咁啊，另外第8場奔放上一場有啲失望㗎啦，不過今場仲可以再賺啲嚇。如果有少少預就更加好。咁另外春風萬里唞咗一次之後呢，可能翻嚟㗎啦。牌面呢啲啊，農民邊影都可以嘅，爭下啦，邊都唔預佢㗎啦 ，Q 啦 T 啦。久久圍攻點都要兼顧喎呢場唔叻嘅啲馬，太精神仲可能會進步，話唔定改咗跑法添，係啦，快路要追都辛苦啊睇法，點都係5嗰啲控制大局，係咯，膽點都係5，春風萬里可以贏啦，農民邊影係正路啦，咁兼顧下啲久久圍攻。太精神。咁檢討翻呢琴日啲提供同埋賽事啦，係咯。咁其實咧，即係有時啲人啊一定會犯錯㗎嚇。咁尾場就中翻啦啲，係咯，4連環啊 QT 咁啦。咁即係補翻啲損失咁啦，叫做係咯。咁第一場就唔好彩嘅，其實鼓浪高升其實就贏得啦，唔使講。但係點解出閘慢到咁樣呢？係咯，其實隻馬應該向中碟噶嘛。咁有少少意外嘅，中少少中一中咁啦嚇，跟住好後其實。呢一最後200米仲喺呢度啊，仲喺呢個劣勢位，橙帽呢隻。其實佢喺裏邊追你唔係好覺，其實追咗好多嘅嚇，最尾餘勢都過晒啊根本，所以就有時冇得講，係咯，咁跑得唔好啦，或者有少少意外跑得唔好啦，咁但係其他嗰啲咧，其實就係真係要檢討下，因為有時咧，我會避開啲長途嘅。其實好戇居咁樣諗翻轉頭佢琴日3場長途都好正路，如果要買中晒根本，即係加埋尾場啦咁短途咧，其實德薩斯同埋隻星月飛雲都係休出咯，可能根本都係想做下熱身，都唔係想喐手嘅，係咯。所以呢啲跟進啦，即係有時嘅心態要拿捏得好啲咯。其實反而係啲短途賽事咧好複雜，吸引其實夾硬買好多新馬跑得少啊，係啊，你估唔到嘅，即係好似呢場咁樣啫。團結戰靈啦，跑得好少，唔係跑得少，即係佢開始好嘅時候少啊，即係佢同隻傳承效應都係開始翻嚟嘅折扣馬開始好，你唔知佢進幅幾大呢場我都唔信隻銀翅勇士㗎啦，已經唔係好叻上場，但係都範圍闊，5、6、7隻咁第6場都係闊啦，加州本事又好嘅。呢一場呢，呢啲教訓嚟嘅真係。當然啦，就係年幸運失準啦，可能跑得太密，跟前咗。咁但係嗰啲咁嘅好好戀愛，你可能要兼顧啦。跑過一場唔錯，藍地球有一場近啫嘛，有個靚位都會贏。所以其實呢啲賽事呢，充斥住一啲會進步嘅馬可以，因為跑得太少所以其實你要揀場合嘅時候呢，反而係要揀一啲其實好似第一場啦，5班啲馬基本上都跑到好多嘅，唔會有咩變化，係啦。問題係個實力差距嘅啫。尾場都係啦，基本上都全部都跑晒㗎啦，跑嚟跑去啲渣添，係啦，係啊，精英王牌一隻唔識，其他全部都跑嚟跑去，即係奔放啊唔驚你農民邊影咁解，係咯。春風萬里唞一唞有靚位，輸2場外檔，即係呢啲你反而會信心大。即係其實頭場同尾場咧，其實應該要買多啲。頭場係意外啫，反而你以為單純嘅啲，其實有好多暗牌喺度同你練緊所以我都要檢討下自己，唔好成日即係諗短途先，應該全部都跑晒，
每一場擺同等嘅時間心機，刨晒再分析邊啲好買。好似第二場咁，喂我都要買雙贏啦，不嬲中意佢。保研得上場買緊，係咯。呢啲孖 T 我頂佢個肺嘅真係廿幾萬，我用雙膽頭關，死唔死嘅真係，我搏有心意同鼓浪高升，真係慘嘅真係。咁其他位其實啲長途反而穩定定，因為跑去嗰扎係咯，暴風雷堅多福咁樣，同扎飛機上場唔放啦，係咯。反而呢啲咁嘅長途呢，易拿捏，所以有時你跑馬嗰個取捨呢，要再做啱啲。我琴日係有少少錯，我覺得即係太聚焦於短途賽事連尾場我都冇主力。其實尾場好好玩啊，真係好好玩尾場，唔勁啊嘛，嗰啲馬賺晒㗎，啲奔放跑馬最緊要就係你嘅形勢控制得好啊嘛，你點追啊？冇得追喎，前面翻嚟嗰四隻咁滯，係咯，所以呢個要檢討啦，即係以後要，其實一場嘅賽事反而係你啲馬已經跑得多，睇晒。形勢好，反而咁樣先至係最值得買嘅時候。表面突出，其實有啲暗牌未成熟，未有真正表現嘅時候呢，嗰啲場合呢，銳利所以都要係啦，再努力啲啦，即係檢討下個賽事咯。係啦，琴日如果係尾場有重心啲，咁咪幾好咯。係啦，咁我今日純粹都係想檢討下個賽事，即係點提供各方面嘅得與失啦好似呢啲尾場咁3隻單 T， 4隻4連環咁，呢啲實要買嘅係咯。反而你就係變咗be water 咯，要真係要be water。場場都清楚分析咗形勢同埋好處同唔好處先啦，係咯，加油啦，係咯，再嚟，咁星期日再出預測，OK，多謝分享、點讚、訂閱。